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9月17日，上主不是土地公。耶利米哀歌5章1到22节，其中第19节这样说：然而上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，你的统治世世无穷。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说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？主啊，你的统治是世世代代。可见在最后这一章耶利米哀歌，我们会一直想，哎呀，到底有完没完啊？这悲惨的境况到底要到何时啊？19节说然而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。可能我们的环境还是短期之内不会改变，但然而上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，你的统治世世无穷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结局，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完结篇，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啊，这位上主从开始到结束，没有直接说过一句话呢。甚至到了最后，子民还是泪眼汪汪的哀求，说：上主啊，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啊？整卷的书里面，最后竟然是停留在最后一节，是说竟然来做结束，竟然你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。哇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？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最怕的事情不是人家骂我们，不是人家处罚我们，不是人家甚至跟我们一起打架来争论。我们最怕的是什么？没有回应，不发一语，不发一言。我们宁可被骂，是吗？我们宁可被罚，因为至少我们觉得还有希望，因为这些过去以后，处罚过去之后，这些风暴之后就会停止，就会完结。但今天的经文最后竟然，主啊，你不发一语吗？主啊，你竟然全然弃绝我们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是然而上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，你的统治是世世无穷的。我们人的生命非常短暂，但是我们却能够跟这一位统治是世世无穷的主连结。我们有份于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世界，这个台湾，这个桃园，这个迦南之地。即便我们好像现在的情况跟去年、前年、5年前、15年前、55年前，迦南教会已经今年快要56年，不一样，但我们的主却是一样爱我们，他一样告诉我们他掌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不发一语吗？不，只要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，特别来赞美他。主啊，你是掌权的主，主啊，你是统治世世无穷的主，主啊，你知道孩子的内心，
我们是懊悔。主啊，透过这哀歌，主啊，你触摸到我们的心，主啊，我们也触摸到我们自己那哀伤哀痛的心。主啊，求神你赦免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在耶利米哀歌最后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来向我们的主求。今天的这一篇哀歌，特别是我们向神来恳求，不是只有自己，而是一个团体的诗，团体的哀求。恳求主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世代跟过去真的不一样，很多的不一样。主，我们的心或许难过，在这个诗歌里面，土地的得跟失，物质充足跟缺乏，对比以前我们征服别人赢别人，但是如今确实被追赶。还有我们可能本来是那在上位的，如今我们可能正在低潮中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的主恩典够我们用，特别是他应许我们只要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真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只要开口祷告，只要祷告，就有美好事情发生，而且已经在路上，因为神已经垂听。只是神爱我们的缘故，在那适当的时候，要按照他的心意，在我们身上有他认为是美好的事情，是对我们有益的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应许我们用真实来面对你跟自己。或许我们今天唱的是哀歌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人帮助。我们以为主你不看我们，我们以为主你不理我们。不是，主你仍然掌权，你仍然听我们的祷告。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应许我们只要亲近你，主啊，你就亲近我们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，你与我们一起同苦同欢乐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带着耶稣的喜乐，我们活出今天的精彩。音乐牧师祝福你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跟鼓励。我们明天见。